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H48 Team N2 Nice to Meet You Too 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、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。二、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等超过50乘50厘米，以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、仅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、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、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演出馬上就要開始了，請耐心等待。我是 SH48 Team N2 的白星宇。歡迎各位前來觀看 SNH48 Team N2 廣州巡演。喺觀看演出嘅同時，請注意以下事項：一、請各位觀眾聽從工作人員指示，憑票依次入場，不要擁擠並對號入座。二、嚴禁攜帶任何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險物品、刀具、金屬器械、易碎品等危險物品進入場內。三、嚴禁攜帶未經主辦方授權允許嘅橫幅、標語、旗幟、條幅以及其他用於宣傳物品入場。四、嚴禁攜帶燈牌、紙板等以遮擋他人觀看演出嘅物品入場。五、嚴禁攜帶任何可用於攝影、攝像、錄音嘅設備入場。如有攜帶，須寄存到指定寄包處。六、嚴禁用手機對任何演出內容進行任何形式嘅攝影、攝像、錄音行為。七、請勿在場內投擲任何物品。場內嚴禁吸煙，嚴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離措施。八、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演出嘅正常進行，嚴禁觀眾之間相互謾罵、攻擊或故意製造事端等過激行為。九、如在場內發現違禁物品或違規行為，現場保安及工作人員有權沒收違禁物品，或請有違規行為嘅觀眾立即離場。十、請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隨身攜帶嘅貴重物品，如手機、錢包等。以上演出馬上就要開始啦，請大家耐心等待。